我係鍾奇峰啦，我係今屆立法會進出口功能界別嘅議員啦。咁其實講到我同進出口嘅淵源咧，要講翻我同香港中華出口商會嘅緣分啦。咁我都加入咗商會超過10年，喺航運、喺報關、喺貿易等等，我都有相關經驗。做一個電商公司，去創立咗一個新媒體公司。咁所以我嗰個經驗上或者背景上係比較跨界別，但係每一樣嘢都同進出口非常相關，由電商啦、物流啦、倉儲啦、貿易啦等等呢一系列，又配合翻我過往咁多元化嘅經驗嘅話，或者我可以喺議會入邊提出到一啲為進出口企業有利嘅一啲政策。入咗議會，我會帶領翻我哋進出口企業正式可以升級轉型，同時間配合翻我哋國家15規劃嘅大環境，令到香港可以正式成為我哋嘅新型嘅國際貿易中心，惠及到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咁去到宣誓，我哋擺1月1號啦，比較新嘅一個措施啦，即係代表住喺2026年第一日，我哋就要開工啦。作為一個進出口界嘅議員啦，其實係需要同到我哋進出口界溝通聯繫，同埋了解到佢哋最新嘅情況。咁第二樣嘢就話規劃點樣應對佢哋嘅問題，去揾相應嘅部門去就住啲仔細問題去商討一啲應對嘅方法。你喺城大度都做講師啦，咁你包括咧仲喺中出口商會嘅會董嘅身份啦。對於你喺議會入邊咧睇政策或者係推動政策方面咧，你覺得有咩幫助咧？非常大嘅幫助，唔同嘅角色。因為咧，譬如我以喺城大任教為例啦，我教嘅科目係中國嘅營商環境。另一個題目我哋曾經教過係叫中國工商概論，關於我哋國家嘅成個經濟商業環境嘅變化，我都要更新一下我自己對於國家嘅嗰個經濟政策嘅知識。咁然後香港嘅角色定位，香港中華出口商會擔當會董嘅時候，咁我亦都係可以同進出口唔同嘅企業去了解同埋溝通，貼切到進出口企業嘅需求。你會點樣去幫助一啲傳統嘅進出口商去借助電商嘅平台或者大數據咧，去開拓一個新嘅市場？好多企業其實都表達到，我哋都想擺上去，我通過電商平台去賣，唔識得擺。我喺議會入邊咧，都希望推動到有一啲政府嘅資助資金，幫助本地企業進行一個數碼嘅一個培訓。喂，你如果去電商平台，你應該要有邊幾樣元素？你需要花大概幾多資本？你個電商平台能唔能夠賣到去東南亞，或甚至去到中東市場？所以開咗條路，佢哋就識行㗎啦。我哋要揾到香港嘅一個供應鏈入邊一個重塑嘅角色，咁令到全球嘅一個貿易可以以香港重新作為一個中轉地。例如帶內地企業出海，揾到一個新嘅定位，就係一個叫做再出發。